斗六市公所举办文旦节甲文旦冰柑的活动，要来推广在地优质的文旦。为了推广在地品质上好的文旦，斗六市公所伫咧逐年拢会举办文旦节的活动。市长讲会伫咧8月30登场品鉴会，报名人数目前要69组。公所伫咧8月30号会举行斗六文旦的评鉴比赛今年非常踊跃，有69家来参加。除了举办文旦节的活动，云林县政府嘛来帮助农民到行销文旦，希望将在地品质上好的文旦销解予更侪人熟悉。我们除了前进新加坡大有斩获，现在已经有第2个柜子出去啊。斗六市文旦节会伫咧9月初3、初4号，伫咧碰市新林公园举办。公所伫咧迄天嘛安排真侪精彩的节目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，顺续买在地品质上好的文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